这大，有借有理。他们直接讲啊，我这个讲。非常是的，我记得前线。因为咱，这两个能讲这个东西，我也搞不到。我嘛是比较差。因为这个状况，啊，因为你现在这肺吼，伊就是讲诶。这个三金刀不在心中，三干了不在办公中，这三金了无在。咱目前是安尼，做个代志的时，咱个愿学，咱愿意做。哦，当这个代志过了，这个时间哦可以冲淡一切嘛。当咱发生代志，优先的主变先去，反过去了咱做感动。那个哦，发点权利，但是呢，时间真的会冲淡一切。咱大家讲无用咧，上班趁钱无用，因为个袂去一日。就是像伊咧讲诶，伊咧做因迄个营善了解了解安尼，哦哦，当发病时优先处理对吧？但是尾啊吼，嘛期间啊做个，但是尾啊吼。对吧？开斋好个。但是像伊妈妈就无共咯，像伊妈妈讲诶，饲仔安尼吼，无限制啦。因为伊发病了，小上天只给上天呢，哦，五指他所愿，所以吼做迄两个，本来医生伊是已经爱算是末期啊，讲有3年的寿命，就是尾甲啊，咱人就是安尼，有见棺材有标的。啊，当咱看着棺材时，好啊了，好做个人从大事件嘛，啊，就讲吼，咱是咱是讲吼，咱讲咱世间上无毋是个遮做遮本身。对来讲诶，迄个当迄个迄主讲讲，当你有快点你白头毛，啊，你迄个目睭吹气，有咧有啊，迄个目睭老花，有咧嘛，迄个讲你迄个这世间环境，时间不远的啦，啊，这世间不离心了，每日就是有福报者啊，为了家庭，哦，家庭，感谢呢，大家是安尼。然后，咱当然咱伫这个海洋的小岛，首先有开始，咱应该从家庭顾好。你若要从家庭顾好，你像过去，当咱去庙寺，还是去亲人沟通去咧考试，迄阵人的习惯个频道，而且呢，你请人家先亲人沟通啊，你面对这个笑啊，你发讲，敢会发脾气？袂啊，大先其实啊，你遐时间发脾气，袂啊，面对那个你这个方面家境啊，遐我这你若发脾气，袂啊，咱起码是地方是讲咱在大修，你啊你食甲家己讲，反正兄弟嘛是，你迄个观念无同，理念无同，你会啥物会影差？前观。我过去咧修讲感觉讲吼，咱若是过去有时咧修，还是亲人沟通是好，最好修。我体会迄逆境呢是咧个增上，咱讲简单。迄逆境到时阵吼，就上天咧可能，我咧修当中，咱咧修是。因为咱即摆修过干呢，咱食家己个饭，还要饭。咱毋是干咧独身其身尔，咱咧更是。啊嘛照安尼迄个景，但你无安尼去，就像比方讲你讲，你来靠我，我来靠你，逐个我来我去。咱咧活诶当中，
咱是反反自教，这个是重要。咱若无反反自教，咱拢惊，迄个说，你也说怪法，是咱对着大家是咱第一个是讲怪法，咱是讲怪法。咱来讲怪家己的时候，咱就是反反自教。对着大家时，会正反的是咱第一个总是怪自己。咱讲呢，咱是怪咱自己，咱来怪咱自己。啊，是需要成所性，那是对，所以这边等于可以把，咱就是咱大家的共识。原理上来讲的，是咱咧开盘，咱我都听下者，咱无咧开盘，咱讲起来，咱若想要做成讲这个妈妈呢，明往明天啊，那么你的心境，咱的心境来啦。都另外一番的做法，那种来自不多等跟所做的公平不高啊，但是那是那个家庭照顾，一定是安尼。像我前几天的时讲会，这会上同学是，我迄阵讲听到监管的，是讲重要。啊，我本来去看下是，这讲我是想要去传输啊，你看迄个重要是良性的、个性的，我就是讲你可以先来看看，这个可以先来，现在嘛无检查，嘛无检查，若是讲你比较严格的公平，还是需要做会活量跟测试，而且是讲哎，不要断无地震是重要。安尼迄个，但是呢，我尾仔佫去医院讲，我若是重病的时候，无人遐好食，因为我尾仔佫感冒，佫可以去看，讲，因为我是吼感冒是咳嗽的，会气啦，鲜血对啦，鲜血，鲜血，这个我不要跟着一起，你知道这乱子呢，讲你的心脏病要查，我无咧做这做啦，我医院看了后了，迄个我今天都要关心啦，大即嘛对对，我要去大家。就是讲吼，咱就是安尼讲咧，等于讲咱来自无久的时候，咱就想吼，咱来遮，咱知影食素是修行，但咱修无，因为咱毕竟是大家修，毋像过去讲伫迄个游戏啊，现在讲就是讲我同我修到10方面嘛，因为修下个当中难免每只个看法无共，难免。变得去联络，我拢感觉讲吼，上助力的是真正吼，会当实圆满。迄是咱这个大家吼学习嘛，是这样样。人讲见贤思齐，见贵理会，看见人好诶，咱来学习，爱咱较有进步，空间的那种。看见人歹，咱来反反自己，咱安尼咱来改。因为人就是活到老学到老。按每一个时期的课程拢有差，咱咧上下课拢一定有课，但课拢无共。你咧修好诶当中有好诶课，歹诶时间有歹诶课，拢咱变得去沿用，这个是重要。迄个就是讲吼，大家一定爱互相勉励。当咱咧海苔时哦，人来鼓励，帮人咧海苔咱来更鼓励，大家互反，因为咱你修下个难免都有迄个停顿的时间，大家互相鼓励，因为咱既然拢知影倒好啦，因为咱在遮想咱知影倒好，咱较要修嘛，但是咱因为是安怎爱安尼，咱工课无。迄个无，大家互相
心得报告家，各好这个这个。